继续来看艺人王大陆的案件，又搁牵出到其他的案外案。这讲来是话头长，就是王大陆为着要闪做兵，开360万，叫一个姓陈的帮伊处理。但是这个陈的钱摕来作为浪港，王大陆找无人认定这是诈骗，就去找伊迄个姓尤的马字的一个朋友，去甲台北市刑警大队的老队长来报案。老队长确认迄个陈的个人资料了后，竟然把资料传给对方。不过老队长讲，伊是传唔到去，伊本底是要传给刑警大队的承办人。这个队长张宏带去问笔录，尾也是以10密以20万来交保。本底今仔日就要升官做正式的队长，这声哦又去了。钱跟游览什么关系？有泄露行踪吗？面对问会，台北市刑大警3队姓刘的队长郭翠安无汇报区，以涉嫌泄露秘密，总一步去警政署警方处的人带登去侦讯。有没有想要说的？姓刘的队长获讯了后，以20万交保。担任代理队长已经2年时间了去，原本今仔日特别升官正式上任，所伫咧前一天就约谈升官之路从脑xuất起。不好意思。日前，王大陆敢若为着要闪做兵，开360万互闪兵集团的姓陈主嫌，不过伊尾仔联络袂到对方，怀疑家己去诈骗。王大陆才会透过邮线线向姓刘的队长报案提告。队长嘛已规定调查出涉案嫌犯的个人资料，当场互王大陆指证。不过尾仔队长讲爱将个人资料传互共队的承办人员，却无说你传互邮线线。直到最近，队长看到新闻，看对话记录，才发觉出包，赶紧家己通报大队做调查。王大陆当时报案的时，无讲到闪做兵的代志。侦讯了后，姓刘队长头压加加，无想要加做解释。伊过去若掠到跨国卖毒集团，去公开表扬，得到全国模范警察。佮伫咧112年调查到国内上大毒品仓库案，得到警工奖掠毒组的冠军。如今加入王大陆案外案，却降为警务厅处理来进行康会。我们刑警大队本来就负有刑事案件侦查的这个权能，都可以做相关的受理。报案的过程全程拢符合天书，队长说敢若因为无细力甲资料传唔到去，如今官位嘛对咧受伤心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